来关心新台票愈来愈大元的消息，新台票今日依然是强势升值，佫捌来升超过到二头含入30块的保卫战。今日一天，总统赖清德甲央行拢来话讲有信心，不过央行的总裁杨金龙嘛提醒讲，敢若有对冲基金，也是讲有投资机构咧炒汇率。行政院长对英台是强调讲，绝对无容忍这款的操纵，会严查严罚。分析师是认为讲，这摆台票暴力的清单是受到国际趋势影响。因为这个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了后，都一直希望讲，和这个美金变薄。5月初六新台票同款跌得起，盘中佫一摆继续伫咧30块关卡顶会震动。我们也断然的不容许秃鹰来影响、破坏、操纵台湾的汇率。有任何发现不法，已经请央行以及所有的金融单位，我们严查严访。行政院长对英台重申央行立场，毕竟前一天央行总裁杨金龙则讲，这边新台票强势升值，敢若出现高头型攻击现象，而且炒汇金额真大。对付炒汇的，他们是抛售美元买台币，那我们当然就是再买美元嘛。买进来嘛，他一空那一个就是一多，就是跟他对做啊。讲到高头型，就爱提到前央行总裁平惠南，因为1997年到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，和2019年前后，国借了钱移避来亚洲，台湾都挖捡这位金融天才索罗斯主义。当时平惠南成功管制国会，和索罗斯这只高头型无在调整功，所以佮捡合作查汇杀手。不过分析师认为，过去和今卖国际局势是无法度比拼的。从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，那其实他们是刻意要让美元贬值啊，然后来提升美国制造的产品的这个竞争力。好，所以美元贬值是全球化的趋势。分析师讲，央行伫咧底线顶可能变汇率30块互维战，不过中长期嘛是看美金指数的全球趋势。那6月联准会敢会降息，卖看动美金的走向，进一步影响台票的外汇市场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